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長女出世唔足1個月死亡，次女已經被瑞典政府永久接管，三子而家俾社署緊急保護。呢3句話唔係我講嘅，係官方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嘅評估報告嚟㗎，白紙黑字寫出嚟嘅事實，3條人命嘅軌跡壓喺一份政府文件入面，冷靜克制，但係句句見血。呢對非常父母事件嘅最新進展係 Danny 案件即將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少年法院度聆訊。喺聆訊之前，呢對父母自己發聲明，引述官方保護懷疑受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嘅評估結果，個案係屬於高風險已成立嘅疏忽照顧。呢個唔係街坊嘅閒言閒語啊，唔係網民隨口評論啊，呢個係由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資深社工同醫療專家組成嘅專業團隊，經過開會討論評估之後，正式落筆寫出嚟嘅結論。一個跨專業團隊要同時得出高風險同已成立呢2個字，背後代表嘅係幾條獨立嘅證據鏈啊，已經夠紮實，先至會用呢個措辭。報告列出嘅5大風險，我逐一讀翻俾大家聽。第一，長女出世唔夠1個月死亡，次女因為疏忽照顧已經被瑞典政府接管，三子而家俾社署緊急保護。呢個係3條人命嘅記錄，唔係我作出嚟嘅，亦唔係媒體渲染出嚟嘅，係官方報告白紙黑字嘅第一點。一個家庭3個仔女，一個冇咗，一個俾人攞走，一個而家危危乎。呢個模式本身已經係最強嘅證據。第二， Danny 年齡尚幼，完全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呢點睇似係常識，但放喺報告入面，意思係呢個 BB 根本冇辦法為自己發聲，冇辦法逃走。佢嘅安全100%取決於照顧佢嘅人有冇能力同意願去保護佢。第三，父母安排在家分娩，未有俾嬰兒接受自願性質嘅醫療服務，包括健康檢查、注射疫苗，連出生登記都未辦。呢一點正正係呼應翻之前 Lily 嗰段歷史。當年喺芬蘭、喺瑞典，呢對父母都係用同一套劇本，唔去醫院，唔做檢查，唔打針，唔登記。今次到第3個 BB 啊，劇本完全冇變過。第四，家庭欠缺外在支援，亦冇固定嘅居所。一個家庭如果連最基本嘅住所穩定性都做唔到，又點樣保證 BB 嘅生活環境安全穩定呢？第5，係事件嘅初期，呢對父母完全冇同政府部門合作。呢一點其實最關鍵，因為佢反映出嘅唔淨係過去發生過咩事，而係呢對父母面對住公權力介入嗰陣嘅一貫態度，對抗而唔係合作。各位，呢5點唔係媒體渲染，唔係網民腦補，呢個係官方多專業團隊嘅正式結論。報告建議法庭繼續將 Danny 安置喺收容所，以作保護。但係有趣嘅地方嚟啦，面對住呢份咁嚴重嘅評估，呢對父母嘅回應係咩啊？佢哋話明白公眾對政府嘅擔憂，但認為政府介入嘅程度必須合乎比例，仲承諾會向社署提供地址，確保社署可以隨時監察，又話會安排適合嘅中西醫長期跟進。佢哋仲講到啊，自從 Danny 入院，佢哋已經24小時輪流喺病床邊照顧啦。又話 Danny 依靠自身抵抗力同人奶嘅輔助，逐漸康復。呢對父母一邊承認自己被評估為高風險已成立嘅疏忽照顧，一邊又話自己有信心可以接 Danny 返屋企，仲講到自己已經做咗幾盡心幾努力。各位，呢個就係呢對父母嘅一貫模式啊！永遠唔承認問題本身，永遠將焦點轉移去我幾努力，我幾有心，我哋好願意配合，但配合同信任係2件事。
願意提供地址，唔等於過去3個仔女嘅安全記錄會自動消失。講完 Danny 啦，我哋去睇翻遠在瑞典嘅 Lily。根據呢對父母自己發放嘅最新消息，瑞典當局喺唔設聆訊嘅情況之下，將 Lily 嘅撫養權永久轉移俾一對瑞典夫婦。咩意思？即係話瑞典法院認為呢件事毫無爭議嘅空間，連開庭辯論嘅必要都冇，直接以書面形式處理。社福局同意呢個建議，並已經向法院申請緊急及永久轉移撫養權。點解會走到呢一步？根據瑞典法院文件，社福局認為 Lily 已經喺瑞典寄養家庭生活咗2年，已經融入當地嘅生活，加上佢父母長居海外，家庭團聚機會有限，所以將撫養權轉移至瑞典夫婦嘅名下，先符合 Lily 嘅最佳利益啊！各位，呢個 BB 差啲就喺呢對父母手上冇咗條命啊！而家喺寄養家庭已經生活咗2年，2年嘅時間足夠讓佢重新建立安全感，足夠讓佢嘅濕疹同爛牙慢慢康復，足夠讓佢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大人係會好好咁照顧自己嘅。2年嘅時間亦足夠俾官方累積到充足嘅觀察同評估，先至會落到永久轉移呢個咁重嘅決定。呢個唔係一個倉促嘅決定啊，而係經過長時間觀察之後嘅結論。而呢對父母嘅反應係咩啊？佢哋斥責呢個決定違反人權，仲引用咗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獲得公平審訊嘅權利，同第8條尊重家庭生活嘅權利，話呢個遣返令拖延咗21個月未執行，影響 Lily 作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嘅權益，亦令佢無法同親人接觸，造成家庭關係進一步疏離。佢哋仲呼籲瑞典當局盡快執行遣返令，並希望香港入境處適時行使酌情權，協助 Lily 早日返香港。各位，我想講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如果你哋真係咁緊張 Lily 嘅人權， Lily 嘅最佳利益，點解唔去問下自己，點解一個2歲都未夠嘅 BB 會喺你哋手上爛到牙齒受損，全身嚴重濕疹？點解你哋唔擔心嘅係佢而家喺寄養家庭係咪食得好、瞓得好、有冇開心啲？你哋擔心嘅永遠係撫養權呢個名分，係人權公約呢啲條文，而唔係 Lily 本身呢個活生生嘅人。人權公約嘅原意係保護兒童唔被任意、無理由咁同父母分離，但係呢套公約嘅核心精神，從來都係以兒童最佳利益做大前提，唔係幫父母擋住所有制度介入嘅一塊盾牌。如果一份遣返令建基於早年嘅評估，但2年後嘅今日，小朋友已經喺寄養家庭安頓落嚟，制度本身都有責任重新評估邊一個方案先真正符合小朋友當下嘅最佳利益。講到呢度，我哋可以好清晰咁樣睇到呢件事其實一直都係2條時間線並行嘅。Danny 喺香港等緊聆訊，父母一邊承諾配合，一邊話有信心攞翻監護權。Lily 喺瑞典已經被永久轉移撫養權，父母一邊斥責違反人權，一邊講緊21個月嘅拖延。2條時間線，一個共通點，呢對父母由始至終都係用父母身份、用人權論述、用公約條文去包裝佢哋嘅自己嘅論述咯。但係從來冇真正回應過一個最基本嘅問題：點解3個仔女，一個夭折，一個要被永久接管，一個現正被緊急保護啊？呢個問題唔係幾句我有信心，我好努力，政府介入要合乎比例可以答得到嘅。3個 BB， 一個冇咗，一個被永久轉走，一個仲喺生死邊緣徘徊緊未來。如果呢啲仲唔係高風險已成立嘅疏忽照顧，咁咩先係呢？而最值得我哋深思嘅一句說話，真正值得重視嘅唔係邊個喺鏡頭面前講得更動人，而係社會能唔能夠喺最敏感嘅兒童個案入面，仍然堅持以生命安全、專業判斷同法定程序作為首要嘅原則。各位，
呢句話我覺得適用於 Danny， 亦適用於遠在瑞典嘅 Lily。訪問入面嘅控訴、社交媒體嘅聲明，呢啲都可以講到天花龍鳳。但係天花龍鳳就唔等於正確，更唔等於符合小朋友嘅最佳利益。我哋繼續追蹤呢件事嘅後續發展啦。聆訊結果出嚟，到底法庭會點判呢？ Danny 最終可唔可以返屋企？瑞典嗰邊嘅永久撫養權轉移又會唔會有轉機呢？記得撳訂閱同埋個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後續啊！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 CLS 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支持。